每到农历春节，孩子总是最期待领压岁钱，这也成为亚洲过年的习俗之一。艺人陶晶莹却认为领红包正是培养孩子金钱观念的好时机。她坦言，对于孩子来说，1000元红包就太多了。一番言论被网友们赞爆。陶晶莹与李仁育有一对子女豆豆和小龙。正值春节期间，陶晶莹也在脸书上分享平时对孩子的教育观念。她提到，过年时小朋友最开心的莫过于领红包，但却认为这是一个教育孩子金钱观的好时机。陶晶莹表示，对于现在就读小4的儿子以及国1的女儿来说，压岁钱1000元就太多。此外，若有其他家长来拜访时，陶晶莹会事先和对方谈好一个价钱。虽然这样很奇怪，但陶晶莹坚持绝不能让孩子莫名其妙拿到太多不劳而获的钱。不过，若要包红包给亲人、长辈、辛苦的工作人员是另当别论，绝对是要包很大的啊！文章一出后，立刻被大批网友赞爆，纷纷表示压岁钱是讨个吉利，心意比较重要。只要还没上学的一律200，上学后都600，这几天先给小孩自己保管。开学要缴学费时，请他们自己拿出来，多的存到邮局小孩户头。陶晶莹事后也透露，孩子们所收到的红包，最后都是上缴给父母，帮他们存起来。